华夏数千年。尧舜在孔夫子之前很远，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孝道已经是很成熟了，很成熟了。只是那时还没有文字，没有把那些个成熟的孝道、成熟的孝道观把它记录下来。而孝道观的形成，孔夫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话，我现在感觉是有点问题啊，出了点毛病啊，是我的缘故，对不起啊。孝道观的形成应该是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孝道观的形成，孔夫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修正啊，请各位同修包涵，我不严谨啊。孔夫子在这个对于孝道观的形成起了一个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呢？当然这首先得益于一个什么东西？得益于这个文字，在这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发达了。然后它取决于当时那个特殊的社会现状。刚才讲，孔夫子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社会政治已经演化成流血的战争了，相当的动荡，天下动荡。这个时候，我们的古圣先贤在追究这个天下动荡的原因的时候，一层一层钻进去，然后最后发现这个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天下乱，在于人，在于家庭，家庭乱在没有孝道。当时《左传》里面所展示给我们的一些个子弑父啊、臣弑君啊，这样的典故太多。所以孔夫子认识到了这一点，孝道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了，礼乐都崩溃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孔圣人勇敢地站出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责任，这个传承孝道的历史的责任，希望孝道能够来拯救这个动乱的世界。所以在他所编辑的一些古籍里面，像《论语》很多地方说到了孝道，像《礼记》重点讲孝道，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孝经》专门讲孝道。自从孔夫子通过这个文字把这个孝道观阐述出来、流传下来以后，我们的孝治天下才再一次在华夏大地上盛行昌行。所以我们历代皇帝、历代帝王啊，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视这个孝道，孝治天下。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汉文王、汉文帝，就是刘邦的三儿子刘恒，是吧？我们都知道汉文帝是一个孝子，我们24孝里面就有汉文帝这个为母亲尝汤药的一个故事。汉文帝是一个孝子他母亲生病几年他是服侍这个母亲经常熬汤药常是吧？连续3年一直是寝不改衣侍奉在母亲的身旁。他
他那个时候就非常重视这个孝道教育，在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孝经博士。这个孝经博士，这个博士不是一个学位名，是一个官名，就好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教育部门一样，专门来研究孝经，然后在他的官员当中推广。他要求每一个官员都要读孝经，同时研究孝经的教育在全国老百姓那里，在全民推行这个孝道教育。汉文帝在位24年，因为他重视这个德治，重视这个礼，也哀叹这个民生的艰难，同时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就使得这个封建经济出现了一次非常繁盛的时期，叫做文景之治。那个时候形容是仓库里的粮食是堆满了，那个川前的那个蟹都长没了，是吧？所以经济繁荣非常的可观，真是天下的大治。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唐玄宗，唐玄宗注意这个孝经他有一个这样的，经常在《孝经注》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话说：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宽于公侯伯子男乎？想着这句话，时时刻刻想着这个话，感叹自己虽无德教教育百姓庶几广爱行于四海。意思是说，我虽然不能够像这个先王那样对全体德教这个行于四海，是吧？但是我至少也要关注我手下的这些个大臣们，公侯伯子男，是吧？这个诸侯们，是吧？然后通过这个公侯伯子男，再把这个权力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进行广爱，进行博爱。所以唐玄宗这样的治国他所出现的这个开元盛世，应该来讲跟孝治天下是分不开的，是有牵连的。我们都说唐玄宗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皇帝，那么也许你可以有同学可能也会问到这个事情，是吧？为什么这个唐玄宗中后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呢？是吧？前期那样子好，而后期那样子乱呢？是吧？后期老了嘛，是吧？后期他不学孝经了嘛。特别到了清朝汉族文化有汉族皇帝在这里做注解、做阐释、做传承做承传。那么少数民族皇帝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孝道。他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感觉到汉朝文化的太博大精深，是吧？真的这个汉朝治理好，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底蕴还欠缺了一点了。唯一的办法怎么样用汉朝的文化，用这个汉文化所以这个清朝的前几代皇帝都在注孝经，都在这个推行这个孝道教育。少数民族政权也重视孝经，重视孝治天下。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2000多年长盛不衰呀？我想与这个我们的文化这个层级深厚，孝文化的层级深厚有关。同时我们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制度比这个都要优越于世界上其他
国家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建制度，什么叫封建？分封而建之，分封制。也就是说，这一块天子把整个天地划一块，这一块给你，这一块给他，根据这个亲疏远近，根据这个天子的亲疏远近和功劳的大小，来划一块，去管理，你去负责，去管理好。其实怎么分封而建制的这个制度无非就是一种什么责任制。我们的邓小平非常聪明非常的有智慧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从哪里开始的？改革开放从哪里开始的？从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民开始的。一开始农民搞年长承包制，责任到人，有责任就能出效果了这个智慧从哪来的？责任制这个智慧从哪来呢？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管理智慧，分封而建制。我们的教育也搞责任制我们家长也对自己的孩子要搞责任制是吧？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管理都是责任制。连一个卫生区域责任到人，好了，大家能够做好了。这是一说所以中国的孝道确实是维系了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凝聚社会，稳定国家。像这样重要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理应加以继承、发扬和光大。我想今天上午，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好，谢谢大家。谢谢李老师。各位老师。